Hello，而家唔係聽緊電台，有樣睇嘅，亦都唔係電視，係我哋私人嘅聯繫。我想問你一句啫，你有冇聽過我做電台節目啊？好難冇聽過嘅，因為我做咗幾十年，我做咗48年電台。就算你唔想聽，你搭的士啊、搭車啊、行過啊，你都可能會聽到我做節目。咁其實呢，我就係即係最treasure 一啲聽電台嘅朋友，因為嗰種感情好奇怪，就唔同電視啊，亦都唔同電影，亦都唔同嘅演唱會。就係呢，好似一對一咁樣啦，好似大家傾偈啦，每日都見面，每日都可以傾談下啲生活上面嘅事啦，亦都可以係播自己或者你都一齊中意嘅歌，嗰度難得啊嘛，因為大家都中意音樂，大家都中意聽歌，大家都做嘢好辛苦，然後呢，喺放工嘅時候啊，空閒嘅時間啊，都可以聽下電台。咁所以呢，我就由1977年咧做到而家都冇停過，就係咁解。好多人都有疑問，我點解會做咁耐電台，都繼續做嘅呢？咁樣。咁所以如果你係叫做我電台嘅朋友呢，我好希望你嚟聚一聚，因為我喺5月初呢就會有一個叫做70大 show 嘅演唱會，咁我就唔搞慶生 party 嘅，不如搞個慶生演唱會啦。咁希望呢，所有嘅朋友，所有嘅聽眾即係你啦，都可以一齊嚟聚一聚，大家聚舊，唱翻啲我哋由細聽到大嘅電台歌曲，好嘛？到時見你。